弟，裤子好好的拉一下啊，兄弟。你好好的做啊。哦呀，道理保证。谢谢家人们。今年呢，你算没那个的啊哟。大声一点。哦，来，大声。再把你也去，再把你2个再把也去。我碰到人家牙长不个。哦呀，我看自己多大嘛。我是做完了嘛，哥。打半个3个就可以了，半个的。半个都不发人，半个都把我前面手上了，是了，现在不发了都。那你不这个样子保证50组这可以了呀？真的，他这把地面这个样子，这把鸡啊，他50组了几针？你都。5、7、8、你把地面写的了，谁觉得对的？那就开路子了，人家可。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7、28、29、30。37、38、39、40、43、44。这妈妈出也去过的，我记没记？那个李他拉拉，我跟你说，你就只有1把的，哇！我哪里去了他带去了。他奥利给了吗那边？我的给了嘛嘞，我怎么得到嘛？得到嘛，我就看不得着了，我那个的，你有票给我闭嘴啊！你得到嘛，我就看去的，你打着的，去哪了？在他家庭直播间有没有一个眼睛？有没有一个眼你把我的扒一下，这句话直说呢，吃说呢，也这个都没个。要让吧，先把眼睛过来，这句话也吃也个那个都没个个都。有没有一个眼睛出来落脚？那个这把地面写的，叫什么地面写的？如果说的个，如果一讲的400个人，马上400个人，草嘛有嘛？你把我的扒一下。赶紧去！谢谢你的小心心，我们吃别做，可不做都做嘛，多大嘛？你就马上看了，你等来追究还过算。总不理解了，你没有节约嘛的后面子，还是吃饱了，他那就马上那中国的来不你光在活，留那在活，我抽在活也中国的你才你干。感谢茉莉哥，感谢茉莉哥，感谢长江哥给我爆图，知道吗？在那边什么啊？你住，呸！也等你去住吧那边。你先报一个，只知道一个，你要老的不行了，还你要天天你要打饭吃去那边。你吃的吗？我没吃过，你吃。天天那边你吃，知道吗？闭嘴！你没有给我说话的分量。那天天那边装着他，给你懂了吗？直播间300个，400个，全部都给你堵在那边。装的不是一般人的，现在怎么了？一个魔镜也打不出来那边。天哪！家庭来了，家庭去过一下。走。好嘛，有嘛的，我去他妈个小西去他妈的国外，去跑了好久，你老好久，菜里头这个干来比我们这个菜里头，我们干来这里就是小西去他妈的过去，小西去他妈去跑了好久，现在干嘛吃了嘛的，都唱了嘛的，干嘛打卡了的，他妈有嘛小西就把过去，吃给，你叫一个那把子吃的。欢迎修业的男人，22个星星，看，他妈菜里头的，你过一下可以吗？22个星星，一个人可以过。他家庭的他妈有嘛这里过了，家庭的，我几个。今年的草嘛有嘛？你家庭给你把我的，我几个嘛身体摇到上班了，家庭，草嘛家庭，那大家是，呸呀！带你去，这个是丽人带你打的话。哇塞！谢谢我的2位大哥，感谢我的2位大哥，这里落脚，谢谢深夜的男人，还感谢木里哥哥，谢谢。走，还说让他换一下这个，换一下那个，呀，大家是，呸呀，拉的不是一般的。你问一下你直播间干什么的？还说我们理他的人上打不过啊，不要分啊！我跟你说分了就这么的，真的。啊，我们理他的大哥有牛逼 class， 什么意思你？直播间没有关注的一起点关注。你看，一个业绩都有吗？真的，你直播间人有吗？有没有人？他直播间有几个人呀？他直播间有几个人？不要操心。啊，
肯定操心呀！你100票打不出来，我不操心你，谁操心呀的？我靠！俺在那边李坦的啊，永远的大哥，李坦的打不过的，李坦的打不过。还有俺在亚东，还有茉莉哥哥，这样说的。拉赢了高兴，这么高兴。273，我靠！这么多人，一个眼镜打不出来，什么意思？电视里都没有这么大呀，你。别钱嘛的，我走，可当要嘛的，我走。啊，没有票的话，直接给我闭嘴了。我看一下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能不能赢我看一下。我就看出你惩罚穷就行嘛的，也是钱嘛的。对呀，我说的话，我怎么惩罚？有你赢的话，你说了算呀，本来就是呀。我就快就一样的，不知道。真的，我真的没到那个吃了，那去。谁去的？有时间家庭里，现在家庭里这个杰哥能不能帮我上个热气球啊？杰哥。我也看不着我走，你今年嘛？还有个小星星3个那边看不出。他对自己长相了，还长相像让他像你一辈这个你再推对面像肉，过头，我走了，你今年你后面走要嘛的？还看不中，还看不中过头，你娃子去吧。关于我的老大，得嘞。干这去我的老大就一样那边，干这去，大伙我走，大伙一票的话再来。他谁觉得？干这去你的老大吃什么苦肉子就吃了8、9万了，草嘛有嘛公屏上的老大欢迎就走了。这老子这个老大是就一个那边的，大伙我走，大伙我一把灯一不得不相信，来再来，再来嘛！有打怪的时候呢，全部有气质，我知道，我也有气质。现在，咱来，咱你来，咱你破败一下来。好，草嘛有嘛公屏上的老大欢迎就走了，就一个那边。刚才吃你老大吃什么苦肉子，去吃了8、9万了，去穷啥做光把的这。哪的嘎嘎的人们的聪明吃了8、9路了，哪咱们和大学都自己来了，这个就一个那边，这人家的你吃了马起了的，你吃什么？3个小心，刚才这小心的什么过去了，看着，小心的什么过去了，他就一个那边跑嘛的，你还过，跑嘛有嘛看着看着，小心的一个嘛过去了，小心的一，小心的一个嘛的，他送人了，送人嘛你就送，把你人了，你老么过去去，他在问几跑嘛，叫我们赶紧吃，吃什么烤肉子去。赶紧去！老大，还差2个人，我老大我去看看啥的，草嘛有嘛？赶紧下公屏上的老大关注就走了，半夜的关注就走了。他加车的，草嘛有嘛？加车的，加车，头大早就没写的，我只能我超级嘛去。赶紧去，你半夜30几老大吃了8、9路了，草嘛了，赶紧去啊！半夜8上着的。如果掉到我去他妈的了，有没有2个星期？1个星期才1个星期了，咱这1个星期长的，1个星期长的，1个星期村里落脚，1个星期长的，1个星期。你今年嘛，你今年等你后面只有嘛的装不灵了。大伙学的时候老子推个70岁了，你还过？你刚刚那个铁牛逼的看嘛，这个25级，大伙人家的顶级看看，我的大哥顶级，废他嘞！个人懂完了，你的电视啥价去？he打过的是啥家的？第啥家那就铺个那老嘛的，就一个那边老嘛的，过的。大伙我走，大伙看着，哎，破败一下。我就看就等于叫他们打说的你。大伙个人懂了嘛？我走，不估计那我人多的，哎，东西你你是讲么的？你知道的了。总不能等你那得到。我有1个眼镜，现在这样。去人吧！刚才趁你把我咋的气质看个叫人不得人，那可以的些。基本嘛的，他是就基本嘛的。大伙我这破败一下，看着破败就走了，也都是这么个。大伙这么个，你把一车里个，看着了说就3把浪着了，一车了8、9路了，那这怎么个？我靠，我中间有没有1个眼镜直接给他锁后一下，2个3个眼镜的转的发誓。看着，完了先把光杀，你人家的你吃了嘛，9个你吃了3个就这个。说阿拉的叫他们不就一个那玩意儿，那打裤子老子叫了个。学生可以帮我吗？学生。叫嘛的，我就一个那不叫嘛的，打过来我在这看叫的，看住，你看他们走些，嘿，我的顶级看一个，打过你的打过的顶级看一下，我走，对他的话没有惩罚没有。我大哥刷不了了，知道吗？呸，恶心，我走。he打过he加班啊，he光啊，打过he多大年，这多大年。我为什么呀？学生可不可以帮我一下？学生。对他的话，天把教育那边也面，那可不前面说好没在，
前面票破牌子上面就后最后推到这啥了？家点钱你帮人测试弄个逻辑投入着，你测了把就留了拿着，那么公交了，七八辈子，这帮人给了，先把装上，我们家点钱投进去，小娃弄到菜里南面。说的大哥，小马的，啊，这小马的大伙，我这个小马的你还过。看到个大哥给气质的教育人呢，不老子这个气质拉的给下巴，我再看一下你下巴还有没有气质啊？我看一下你的气质。气质有啊，今天晚上的气质有，不好意思。气质有没得？这个大哥的话，演技是点子有没得？真的，我跟你说。以前嘛，可动摇嘛的，人家顶级不看，顶级不看。顶级，要把它顶级，锤子的顶级，来直接打。跟人你这个你知道吗的？你帮一个人家你这个，就一个那边那就可以，你这个你知道吗的？啊，我的。现在加成。现在加成现在欢迎他妈现在做了8亿了，关注就做了。哎呀，老子这个大伙可用咱们才起步了，就我妈起步的，还是觉得的。大伙我走，大伙看住，压力就跌了，这压力，别对怎么看不中，不退休，我走。哎呀，你我这起来我走，700片了，而且我走。老子这个只是说你大伙就晓得在那里，就一个那边是开把下面，7下面。啊，我大伙我走，和三角头刚刚你看那个嘛，现在了，大锅片不要烂皮，看着破败就，如果你破败的话，就一件那边那可咋你打着了你，大伙哎，不是刚刚你看的还嘛，咋了？刚我有大哥听你看呀，怎么回事你？不是我的大哥的天气高的话，对面不敢上走了的，就那么多车的。300码的大哥打咱们个300老人多路子去，一吃了8斤忙的，留了拿着忙个帮上，用过你的看了的了，帮人了关注就走了，就一个那不走了，那你用过光的我这才的，老子推个，就这样吧，还过的，你看那说了，他睡觉的时候，人家那可以的去，前面大哥着嘛的，一大哥的你大哥跟那距离，你看开把线，你大哥你看开把线没大哥你那个，你看下线单把点东西，他睡觉那个距离。你大哥给你也不给养个了，不给你厕所就让嘛的。哎呀，这个，啊，他喊你没来之前，他说把你手打跑了噻。对，有个大哥我说钱给大哥，钱大哥说了，直接没钱的说。钱大哥，你看这个问那个我的大哥的打起来。不是，他以前骂过，他刚刚还过来这边打字了，你不过来看，他说谁让你不喜欢我似的。他以前也骂过我，然后他刚刚过来打字这样说了。他说是那个40多斤大哥吗？不是那个34斤脑子的那个，以前我上帮过，然后刚刚他走了之后，他过来打字。那我啥也帮过那个大哥。他说了，谁让你不喜欢我？你看到我老子这个40斤大哥的蹲一个送了给他叫，你看到我吗？我不知道。哎呀，你们两个组队打我嘛？谢谢，看着，我的40斤大哥来了。你组队，你结巴头的，你搁组队那边。看着，到了人可叫人把那就炸的去了，你可幸福哭不着几个人可。为什么要怕呀？你以为没见过大主播吗？还是什么？我不是幸福哭不着几个，幸福克服这一辈子都你做不到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一把打赢他，不一定下一把还是赢他，所以这不叫幸福克服。不是，你屁话不要多。你看到你每天把那个现在你养眼油也好，绿地油也好，看地油也好，你们每天听都看个病嘛，真的谢谢，并不是你的、那个。我看什么病是不关你的事情，你自己说的是快要嘎的样子，还你有资格跟我说吗？我当我是嘎了，我们身体是健康的，但是你我也健康呀，我哪里健康？健康嘛的，你这是两个人就是那个。这个学生制度的话，我一看我就了，除了你晚上真的你也不颜色都变了，颜色也变了，日期就也大了，叫人不？怎么回事嘛你？颜色变了，叫着腿里也壮去，叫人嘛胖的。因为我长胖了，说了嘛，呸！这长胖了不是叫人嘛肿起来了，什么意思我不知道。我能去哪里？胖的嘛胖是什么的？你胖的我还吃着胖过了，日期就是不胖。现在那里，我们日期就一大坨这样嘛，但是他看着两个咋那个人的这都没那个去。关于我的老大，没事多说话，知道吗？从新开始，你们两个拎着跑不进。你没有数吗？还跟我们说从新开始。
不是我的10分钟的，我走。那个长错应该这个。这坑天的，跟大哥给我搬一下嘛，求你了。他妈有嘛？你家庭那个哎，打把人，这个家庭不是起来，吃了个重新没打嘛，重新没打吃了个打过。哦，他那个毛鸡克嘛的，别得的那个毛鸡克嘛的，毛鸡克嘛的，毛鸡克嘛的，毛鸡，三把狼多肉的家在他那个呢，我都这个几两肉的那get得的我过，他妈菜人肉的就个样，八哥，可以给我点一个战官吗？好，你点下，他准备去的，他那个路上来，他路上来就在路上，战官马上。刚才吃3把狼多肉的，一路上拿着他们吃了8斤嘛，那个18斤，一个。可以吗？不可以的话，我就下播了。张哥过了。闭嘴爆头！你们两个爆头，张错。刚刚你拿什么来打趴下了？你们两个一个你破了，一个你没破，然后就趴下了是吧？幸福口服加8个口服，知道吗？但那我自己弄了，但那个叫。放热气出去会关。要让我看着他妈就变了3把。闭嘴！人话听得懂吧？你们两个。我真的这个学长的话喊了1晚上那边。啊，都叫人家不你，人家不说你的，那说你都错了。你闭嘴可以吗？一个票都不到，那你直播间里面待着需要交费吗？那肯定要交呀。奇怪，真是。来，小姐姐，你和他们就过去的3把狼多肉这个，他妈有嘛？小姐姐，你和他们，小姐姐，你和他们哟，他妈看着呀，老子这个，他妈小姐姐，你和他们就过去，小姐姐，你和他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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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叫让我看着，这个俺天把地，他前面在没人的，这天把地，我们干得起，叫让我菜人肉肉，用过几个人肉肉，用过几个，叫你的家庭过他们这这个希望嘛喏。家这边的就过去了，3把狼多肉的都见，都个干得起30几的20几了的，看着个样子了，都个的，你我个最后9个人的小姐姐，9个人，你我个叫你的，你我个看了谁就知道，你我个这个，就我对这个钱的了，多少这就。还4个了，叫你的，你我一个人嘛都过去了，你我一个，4个了，2个人，你最后一个了，那么最后一个了，开呀，跟大哥求你了。好了，做个家庭过去，家庭过去。家人嘛。小七七过不了啊，阿毛，我现在没时间了，只有10秒了。八哥，可不可以点亮呀？不可以的话，我就下播了。妈妈不就是？我知道你在对面。家庭的草嘛有嘛，看哪谁叫得着？家庭给你加油。我直播的时候微信上面说不了话，说话的话有黑屏呢。爸妈的，老子去给你弄，自己我都是气质看看的，找来。草嘛有嘛，看着。这个小号里面听说哈。家庭，记得给人动啥的，你可打做啥的都是。那看着把给人动这个的，看着把给人动。我这里我跟你说，不要说这一把给人动，这一辈子都你永远给人动不了的一个人，我是。看着给人动这个的。我大哥没有过目的话，那全网大哥都没有过目了。你喜欢这个送的墨镜？好了，他这个大哥个国母网上随便这个。有的是国母，没有的是人呐，咋个健康的很一样，永远都是国母花不完的。那他那价值的，我这个都是价值取的。你看一下，你打一个65票，我打了个400多票，不是一个档次的人物吗？尤其是长错，算了吧，睡觉。再跑就睡觉了哈，你把那个下面的。自己这个街道上跑去这，也不怎么你。给我打。八哥行不行嘛？不行的话我睡了，你就说不行。谢谢送的亲吻，好不好嘛？
老子这个还是可以啊，打了65片的，那个当初你看嘛，完蛋了，给人已经动了，叫人不给人动了，他给人不是后头完蛋了，你看嘛，零百的，按个技巧就没拿到，零的跑不起，打什么皮球？睡觉，你早一点下播，真的。我点在说话的，菜人都这个点在吃一的，我点在吃一。大哥，行不行呀？看这个啊。哎，周哥。当初这么大，加把头头一个打，要不不是？那今天晚上老子这个幸福裤子是咋？那是你穷嘛的，叫我都不穷嘛。好久不见哦，又漂亮了，谢谢你夸奖。现在我感冒都快要嘎起了，你还说又漂亮了？不是他感冒的不是，他2天直播，2天没有直播的话，感冒的话他骗人去的，一定感冒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想呀，我打压3期的，我精神好的话，我怎么可能那里在那里不行啊？不是，你137期打的太多了，精神没有。你们看不来吗？那所有的这个家庭搞的叫人把他妈277的保持起家去。你让他给你骗不起家了，让你别哇塞！谢谢水蜜人，感谢大哥，真你家真的走个人，你家。发一下这里有没有家人们？谢谢大哥，谢谢赠一个链接，感谢暴徒。那个陆总头该怎么说的啊？我把他打的心服口服了。啊，现在给你多了吗？你那个大哥？跟大哥那个压一下，我不我妈求你了。压不了，大哥打的报了年纪，你们小心心怎么样呀？那边，你们2个大小心心，俺那个陆总头干。我今天一晚上收拾他了，个锤子你，到现在，开玩笑。你打的多，1万片的。1万票对你来说1万票一样的油。闭嘴！没见过票就不要那里再吵，知道吗？哎，那也过去的。闭嘴！什么过去的？这个实力的就是其实那么的这个实力你他是对就那些了，家人们相信了吗？都没有这么大脾气啊！我跟你说，尤其是张超打了个100，就是那个大哥给你开发的那个号是吧？嗯，要住吧？是不是大哥喊你来这里呀？啊，对，你的大哥就是这样的，天天屁股大哥，天天手指头这样，我没有这样。你和他们就过去，谢谢你和他们谢谢。我们的大哥全部都是路过的，不是屁股大哥。你的屁股，一个眼镜不给我些可以吗？你的屁股不值钱，当初的屁股不值钱，人家看到的屁股值钱，管叫人。一个眼镜不给我些，一个眼镜。来，什么你们小心这个不过去，给对的目标，他是咱家的天帮了，看这样的，我都听个你开了嘛的去看你大国家去。看吗？啊，你大哥可以去2个多那喽，3把郎多就可以吃了8斤嘛。这个能不能打个眼镜？2个能不能打个眼镜？看吗？这边看吗？还看吗？这个消息，这个的就过去了，那么公交给你不看啊，我觉得。消息这个的吧就过去的。他是说他的那个公这边黑屏，什么看不见是？你出去重新进来嘛，大哥。消息这个吧过去的，消息这个看着。你出去重新进来的话看得到。能不能过这样必须一个能不能送一下呀？求你们了，价钱能不能做这个嘛？这个消息。次数哥哥。看这个样中，我先跑了。对，现在看得见吗，大哥？都记住个的，都记住大哥，到他妈的大哥妈的吧。现在应该看得见的。还要一个眼镜的，还要一个眼镜可以吗？还要一个眼镜，一个眼镜不给我一下可以吗？一个眼镜。我妈的什么？一个眼镜，哇塞！欢迎陈哥能不能帮我过一个眼镜？是我卡了吗？是对你卡了，大哥，我这边没有卡。大哥说他的公卡了。次数哥哥，天哪！这个次数哥哥的话，陈哥可不可以帮我一下？陈哥，谢谢1376，感谢1376，欢迎万事如风。帮什么帮？谢谢1376，感谢你的棒那个啤酒，谢谢。陈哥可以帮我吗？陈哥。你骗的这样的。谢谢1376，感谢1376，谢谢。你骗的羞辱。我是不是黑屏？真的黑屏了吗？
看着个金色么呢？看着你做的，陈把也求了，这骗的不也多了呢？我跟你陈哥可以帮我们打个鼻心图图可以吗？陈哥可以吗？刺脸个证据看着这把就变了的，就让我们咱们老去，他也变了。可以吗？他装回去。我们打个吹牛的吧，应该是。看着谢谢你，明天看一下嘛，你爸都去吃的太多了的，这胖起来了。陈哥可以帮我们打个。有一个那不，他叫么个老大叫么个。我靠，陈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打个鼻心图图？那屋他后边的汽车开个的，可着了，你40几老大，欢迎，他妈公屏上的老大欢迎来了。陈，可以帮我打个鼻心图图吗？鼻心图图嘛弄，干哪有？家庭的嘛，个人懂完了。那鼻心图图嘛弄。给大哥办一点嘛，求你了嘛，好不好？欢迎英文字母。啊，人家和资本那些头的。这个人吹牛的吧，应该是。打过3把狼人着了去。哎呀，刘兰那怎么我的吃了8斤嘛？大哥求你了。我去上趟去的羊了，这吃的这日期去的，见过没有？几跑了手机，溜了手机，打过人们过来给他看着了手机，人家的你吃了马接着来帮他，做嘛的，给他多。不好意思，30秒以下没有惩罚，你想多了吧？我们是规矩制，就是为什么你有票之后非要做惩罚呢？前面不打，你打个打票那么多，都叫知道吗？哇，鼻心图图掉了，谢谢我英文字母，自领落家，感谢王爷。走，王爷帮我点个关注可以吗？谢谢你。来，做惩罚，叫人吧做惩罚。啊，做不了一点，30秒以下，谁让你吐他的？呀，现在打，明着打，最有没有破打，最后的吐他的时候哪里做惩罚？你前面破背的话，你随时都可以吐。对呀。现在加持王爷，人们给他过，人们给看那等你，这7个等你惩罚王爷可不可以下面再打一个鼻心图图？我关注你的大哥。翻倍能不能翻一下？家里面现在加成人现在翻倍的这个下面翻倍可以吗？现在加成翻倍的这个下面翻倍的。说有没有？我们有嘛个小息怎么呢？点在就做了，3把狼人着了就可以。现在加成大哥，英文字母求你了，但那个卢总图他又来了。给钱嘛的？加把图的。20卢总图他来了，专门那边。打过你打过我咋找。我不怕呀，你打了3票5票，怕什么怕？啊，比你高了就可以。英文字母，哇塞，谢谢王爷，欢迎心想事成哥哥。我终于都来了一个明星图，大图，今天一晚上被那个卢总图给收拾的不是一般哦。还这样说了，我今天把他收拾的心服口服。呸呀！赶紧现在我收拾你来，知道吗？没有大哥的时候谁都这样子的，一模一样，知道吗？妈，今天晚上一晚上我给他做惩罚了。我现在给你读了吗？我天，对的。给你读的思维怎么样？刚刚你怎么说我的？一直从我开播到现在，我一直都没有赢他。哎，你没赢吗？对呀，我没有赢，现在我大哥有，拿票交是眼里去。那小姐姐，你和他们把过去厕所弄过去，给你给他破呗。我靠，要一个比心图图才能过家城，这个家城也要比心图图一个人，因为这么多给关注自己罗家，感谢你，谢谢，真的，给我带个好运一下，求你了，真的，谢谢我大哥，哇塞，谢谢我大哥，我们需要3个眼镜人，3个眼镜不过，2个眼镜不过一下可以吗？我真的一晚上那个卢总图跟大哥一个一直到我一个。就是一把把过去你打出去。谢谢我大哥，刺林罗家，感谢我大哥，谢谢我大哥。刚刚跟你说那个是小号，还差一个小心，还差一个，哇不是，还差一个眼镜，还差一个眼镜，英文字母可以帮我再打一个眼镜吗？如果跟这里面说话的话，这边反馈的时候又这边黑屏了。还差一个眼镜，还差一个，哇塞！现在15个星星，15个星星，15个小心人，打15个，那个总图要加成过了吧？应该。还差15个小心人，15个星星不过一下，15个星星，打15个星星。谢谢你老家看可以吗？15个星星。英文怎么求你了？帮我再打一个15个星星可以吗？2个棒棒糖可以，2个棒棒糖，2个棒棒糖，2个棒棒糖，我们需要2个棒棒糖，我们需要2个棒棒糖可以吗？我们需要2个棒棒糖，2个棒棒糖，谢谢，感谢哥，谢谢你。还差14个小星星了，还差14个小星星了，14个小星星。还差14个小星星，14个小星星，还差14个小星星。你给我什么都不帮，还差14个小星星。这是拿什么来干肉鸡？我一下。前期下车给帮一下的人有没有？
加钱加什么？现在加轻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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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加轻点。你有没有这些？就是大哥加什么？谢谢我的两位大哥赐人落脚，我终于的奥利给一个大佬，真的。他格里多了吗？陆总头看看中那边格里多了吗？对，一个大哥在那边。真的，我也有大哥的谁都有气质，知道吗？哇塞！谢谢感谢大哥，哇塞，对面来了，对面来了，对面来了。现在还有加我这个家庭嘛，我人嘛高。有什么能不能再出一点加钱的？现在加钱的，现在加钱的。加钱，加一个。现在加钱可以吗？大哥们，求你们了，谢谢我心想事成哥哥，感谢我两位大哥这里落脚，谢谢谢谢。现在还有加钱的，现在还有加钱，那个刚刚一直打我的那个大哥又来了，那个。谢谢感谢我两位大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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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，哇塞！谢谢我心想事成哥哥，哇塞，对面上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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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这么求你了，直接打个比心图都可以吗？我靠！哇塞！我大哥来的我气质杠杠，有气质杠杠。拜托，谢谢我大哥，谢谢一我之盟，感谢我两位大哥，这里落脚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的气质就来了啊！那个鲁总图告，我的气质来了，现在你看一下啊。那我的大哥有的时候你没骗嘛。他刚刚前面一直打我了，真的。最后30秒了，家人们。现在报一下图可以吗？你们两个可以报图吗？再送比心。感谢我大哥，感谢我大哥！哇靠，对面上来了！哇塞，傻眼！谢谢我大哥，谢谢我大哥，谢谢我大哥。注意一下，家人们，求你们了，20秒。大哥，中午我看到你打到这个去。不管15秒了，家人们。看到赢了好，我看到赢了好，看到加油，看到赢了好。热气球的话，我看一下，气死一个不上吧。看到赢了好，我看到赢了好，看到加油，看到赢了好。我没有请你回家，又输了。谢谢我大哥。啊，他们吐他了。哎呀，我看到赢了好。他们吐他了，真的，谢谢我大哥。我想赢一把，真的是吐他了，他们。谢谢感谢我两位大哥，我看到赢了，谢谢。你输了好。谢谢我两位大哥。谢谢了。你打过个日期的吃了吗？就记得看到你个陈八的了吗？因为我看见你在对面，然后我有点心里面难过，但是我不敢说。我去一下，你在绿那里是。王爷，你是哪一个呀？你不要去一下。我怎么我没了。不关注。这把时间过了，把你放大，然后做惩罚啊。王爷，你是年轻绿的人吗？哪个赢了？我看一下，我看到赢了。来，我们有100多个那个歌词就看到个，看到赢了，这把就看到赢了好。八哥，求你了，可以的话说可以，不可以的话说不可以，好不好？心里面有点难过，但是马上说放大一下。了，就去给人家帮他做。帮他，那帮他。哎，到里放50个去。50个。对。谁呀？这个，那些人。看着你的钱包交给我嘛，我打出3个钱包嘛。啊，你不要别嘴，你赢了吗？你今天我说你的钱包，你吃多了你是干嘛的？看着，谢谢你了，你的钱包交给我嘛，看着去马路的，你去马路的这个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。看着去马路的去。去路就过来，去给他去路就过来，叫我们家谁干嘛？36、37、38、39、40。前面破败这个人走个推他怎么个？车人多了，别妈的听到一个大哥给他干了对了，我他妈听了讲。那到了你40几大哥个人就气死了，你也带的。谢谢我大哥，陈老姐，感谢你，谢谢。你大哥没有破败啊？前面到最后说个热气球干什么？谢谢我大哥，谢谢你。现在破败这个推他都叫的。八哥，求你了！你大哥来个，人没给来个，叫人没来个。给他们给我一次性做300个，这样子我气死你！你这个商家不要这个大意。现在这个你现在拿他妈你妈那个往进去看嘛，这大国家的，也走的么？前面破败的老这个那么不缺个，那么就老讲。现在家庭都翻倍的，这个上面一个票的，谢谢我的大哥。感谢我大哥，谢谢你，谢谢我的，感谢我大哥。霸图，你们2个。说这个啊，他惩罚交给我做一下，你疯了吗？你天天想还让我做惩罚，你没都没有，我跟你说，真的我气死了他。你赢不到，今天晚上赢晚上都赢不到。啊，赢不到没有？闭嘴！你现在票打上来呀。有看到不赢的话，我赢了，有看到也有我赢。赢不到，闭嘴，霸图。
不是你花多大不花不起的话，给我直接正能量50个去。再说一句话，直接正能量50个。他妈，真的，我大哥的票也是票，闭嘴你。你打的多。那打的多，对你来说的话多100倍、1000倍、10000倍。多1万票。谢谢我的大哥，真是这个心灵。大哥的懂了吗？你们两个？可懂有嘛的，我走。真的在那边，一定是你们啊！你我惩罚我叫我做一下嘛。啊，你做梦吧你！老子这个是你们那和阿里太多的。我们需要一个眼镜，需要一个眼镜，需要。我小西你和他们过的，呸！你家庭俺家庭弄不进的，你的小西你的说他们怎么弄的？这人气他的吧？谢谢我大哥。我的这个小西你和他们过境界的，帮他你交给他，帮他你。谢谢我的大哥，谢谢我大哥，趁人落家，感谢你，谢谢。把你们两个我的这三把狼人多少就叫了嘛，前面跑别这个走过那头大家那俺你的几个什么个打过个叫干来对的，就等于打过个日期就当前面也了嘛，吃给你，你打过什么个嘞？那天刚刚看的很前面那个老头。俺这叫18个了，他叫人嘛打起过去，打起小马了，吃送了好几个。谢谢我的大哥。叫人嘛吃上脾气就他妈保时捷就两个人看当这个说这个啥就吃给的。保时捷梦里面打，梦里面有，梦里面你要什么都有，你做梦梦里面有，我今天晚上吃上脾气30个，你一个都没有嘛？啊，我一个都没有，没事，我现在有大哥，闭嘴。就惩罚的就是你嘛。啊，做惩罚我现在开始我做不了，现在开始我打过去个老子就个惩罚不能做。啊，闭嘴！你那种头干惩罚不能做，你下关主播闭嘴爆头，27跟9东你知道吗？吃。这个一辈子你活了没意思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爆头你们两个。人家看到的长相看一下嘛。你的长相看一下嘛。你的长相看一下嘛。人家看到。我也不会看得上你，你给我闭嘴可以吗？他有没有家人吗？可以爆头吗？真的。人家看到的长相，你的长相看一下嘛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给我爆头。你给我气死了，叫他们俺就出去。给你了50个去。看着你喝一个八加油，然后到药上去了打一个嘛你。那个陆总头干，你的嘴巴是那个切的嘴巴吗？切吗？你真是一个切的给吗？给钱嘛的，我走可懂有嘛的。真的，我大哥想尊重一下你，切。不给我看一下点击看一下啊。你不用看我大哥的点击。能不能压一下站错的票？站错的票真的。看一下有没有必须突出就压住了，真的是。那边切一模一样，你看一下他。一束花开一个有没有？一束花开。是不是楼梯老大？一束花开一个。我的这个帮忙就到了，对叫他们看了是就得做。前面到过了没？走过的头大马到的惩罚有嘛的，才人都到这个叫。啊，没有破败头大不做惩罚来的，我跟你说，刚刚一样的没有惩罚你。有惩罚没的，你们别说。对，28级，对，对面的那个帮你28级。啊，我大哥28级或者20多级，你不用管，不用管。对，20级，你说的对，叫他们。不用管，切一模一样，长得跟切一模一样，嘴巴说话也切。